我用真情唱出你讲不出的心声。邵大伦，你回来迄一暝，我亲像狗遐贪恋你的邵大伦真情专辑，你回来迄一暝，华特音乐。上新上 hit 的歌，拢伫报道新歌发烧榜。今日是 Friday 拜歌的时间，你今晚所收听的是报道新歌发烧榜，我们要来放榜了哦。为当咱大家最后来放榜的是阿铁拉你好，是大人你好。啊，拄啊咧，伫这新北市政府的这个广场呢，已经有一个圣诞树的点灯仪式完成了。哦，听讲是专台湾上悬的哦，上悬的哦。对啊，到底几层楼那么高呢？听3层楼，遐悬哦。哎呦，这种住邦桥的人会当小去看者。对啊，我住的邦桥是新北市的信义区啊。即马是敢若安尼吼？是啊，特别是那新版特区哦，一平70万夭寿哦，与你心有戚焉。对，不管怎么样，不管房价有多贵，菜价有多贵，薪水怎么样不，咱我那是轻松来听好歌。对。这是一个相当好的麻醉方式，上好是啦。所以今日我来赶快来听看麦，这礼拜有哪五支麻醉剂真正使人感觉就是新鲜的哦。对第5名开始来听起哦。第5名。这礼拜第5名，陈庆仁甲林慧胜这首《丁笑》，收录伫这林慧胜上新专辑《丁笑》当中。嘛是个人头一张的专辑。是，参像大练这个对楼骹行的楼顶的时阵我咧听着咱波多林波帮行拜5嘛。是啊，正好也就是我们歌唱训练班在这个训练的时候，对，大家咧大合唱。我唔是喜花的人，厉害。迄只听完了以后，卖喜花，去做功课，气势就好诶气势对啊。说真的啦，陈庆仁老师咬嘎是，国在安怎这里五音不全的人都有办法，这个被他调教的是可以走上台去唱歌。是啊，这厉害对不？无简单。所以随时要报名的听朋友准时收听咱波多联播网我们的招生资讯。都会非常紧锣密鼓的告诉大家。唔免啦，你就直接打电话嘛，25790000卡入来，你就讲你要来报名歌唱训练班。若是有小可丢不要紧，你会当来试听。对，咱工作人员拢会做亲切为你来做服务。是的，对不哈？好，这就是这礼拜咱的第5名，陈庆仁甲林慧胜的这首歌曲《丁笑》哈，嘛希望大家来当走去唱片行来订购这张专辑哦。来个支持哟。这礼拜第4名是咱台语歌坛的这位天后级人物龙千玉所演唱的《故乡之恋》。其实呢，这个龙姐早期她出道就有这个夜市天后之称伊是早期头一个走夜市伫夜市啊哇！对这南部拼到北部，拼到东部、中部，全部拢去，真正是一阵旋风。对啊，而且买当来推销伊的唱片，跟那个伊的不要乱瓜尾啦，拉近关系。没对，所以也这个亲切感呢，也是很多这个歌手都很羡慕，就说但这种亲切感的圣恭喜生成的啦。对啊，刚才这龙千玉虽然是台语界的天后，台语歌的天后，但不过。这种亲切感啊，亲像你隔壁的这个阿朱啊，阿辉啊，为隔壁行的邻居那种感觉。阿朱姊啊，阿辉姊啊，即马变阿朱姨啊，无啦时间过就久啊，但是他完全不受这个年份的限制哇，是波奇就青春美丽的，时间在他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的风霜，对不对？痕迹，对不对？所以
尤其对伊的歌声当中呢，是听得出来，讲他的这个灵魂更加的内敛、更深沉，对不对？上新的专辑《故乡之恋》呢，起码在咧各大排行榜的，哇，也都是冲到很前面的位置，开始很少了，然后开始很少了哈。对呀，嘛希望讲呢，大家当继续支持这个龙千玉的上新专辑《故乡之恋》。这礼拜第3名，我那是大练的这个你回来那一暝，发片3周，永远都在第3名的邵大伦。没有，第1周是第4名，后来有爬1名，对，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就是属于第3名。你知道以前我们在联考的时候有分 A 段班、B 段班，我刚才就是 B 加 A 减班之类的，就卡在中间啊，全班50人，我多好就考25名。无啦，而且我讲，几落届考试拢25名。我跟你讲，这个大练的客气啊。对啦，那些让贤哦。无啦，应该是讲这里先拜还他拢叠加，你看这礼拜抢手多少？他带第1名听到哦，随后串了外公。有没？哎呦，今年吗？要偷看榜单呢。我改一个偷看。我来讲，我有想我有在第1名，还是像第1名以下。哦，嘿啊，咱那个听落。好，对拢天后级跟天王级。好，不要紧，这礼拜第3名先甲报告完好不？大练的收录伫真情真情专辑当中的，你回来那一暝嘛是目前的3日的8点档哈。已经叫做世间情的主题曲啦，对吧？世间情的主题曲嘛，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是的，嘛希望大家来去 KTV 吼，把这条歌小学者，对不吼？直接来唱。我来讲，大练你要迄大哥吼，迄个编号嘛报出来。34518，喂，不是啦，我别乱讲。这礼拜第2名是黄义玲，这首歌曲叫做《踮在你身边》，收录伫上新专辑当中嘛是叫做《踮在你身边》啦。是的，你知道这首歌像写的无？像彭来呀。哦，彭丽呀，彭丽姐。对呀，很厉害呢。厉害哦，彭丽嘛，算讲是这个才女。对不对？对啊，而且高唱嘛，高写啊，这个为了这个义玲姐来跨刀，是的，成绩相当的亮眼，啊，所以这张专辑精彩可期啦，相信也是明年金曲奖的最大热门，大热门，对啊，他像这个他对啊，这个真情专辑毛可能哦，今年吗？啊，托你金口，你是特别来讲我欢喜，还是讲你感觉是熟悉不？无啦，这是属实，是属实吼，是属实。好啦，但是今仔日咧，那讲这义玲姐咧，哇，在各大排行榜一直都是第1名，对不对？她已经占了5周第1名，现在才掉下来，稍微掉第2名，因为她占了第1名，绝对是2014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影帝，对不对？对。哦，这个扯很远哦。喂。第1名，这礼拜第1名就是咱波多连播帮的大台柱Bingo周伟杰，这首歌曲叫做《今夜》，收录伫上新专辑《我要飞》，那是你有翅膀，你就会当飞；那是你有脚，你买当飞。为什么？因为走那飞，无啦。尤其伫下晡3点半时阵，要加票，银行要关门。喂，好啦，这首歌是男女对唱的情歌。是的 ，Bingo 这一次呢，他在他的《我要飞》专辑当中也是全创作。然后呢，这一首歌曲邀请到了金曲奖曾经入围最佳女歌手的凤娘来跟对唱。是的，哇，这首歌深植脑海，厉害透早我把酒一舔开，就是这首歌的旋律。对，今夜思相机，对，厉害厉害在咧倒位？我讲，因为这款旋律也当 say now。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好像密码一样的，对啊，入侵你大脑。对呢，一直想，我今夜思相机过来好不好？
等待你。哇，优美的嘛，对啊，真正有够优美的旋律啦。是啊，这首歌摕到第一名呢，也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啦。是的，好啦，这就是以上这礼拜第5名到第1名哦。咱波多新歌发烧榜，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就是咱波多联播榜，再听来到波多新歌发烧榜，我们下周见，谢谢阿铁，谢谢，谢谢。期待中风时会约定。心不明，孤夜暝你在他乡，在他乡我想你。今夜的思乡机，声声是等待你。不得已来离开，请保重你自己。今夜的思乡机，声声是我。所的一段情，不敢来放袂记。回忆亲像彼日水，咱期待重逢时会约定。今夜的思乡机，声声是等待你。得已来离开，请保重你自己。今夜的思乡机，声声是我爱你。约束的一段情，不敢来放袂记。回忆亲像彼日水，咱期待重逢时会约定。发烧榜，可以好听红不让。